要你将他身上的皮活活的扒下来。生扒人皮？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你别扒我的皮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英雄哥哥，我好害怕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不用怕，本座很快就让你和你的爷爷团圆。来人，把这个孩子吊起来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英雄哥哥救我！英雄哥哥快救我呀！英雄哥哥救我！红影啊，这可是你送给本座最好的礼物。英雄哥哥，你救我！英雄哥哥救救我呀！潘如真派了那么多人马找这个孩子，可结果还是让我儿红影拔得了头筹。然而，这回你又给本座长脸了。义父过奖了。红影，你可知道本座让你找这个孩子真正的目的何在吗？孩儿知道，孩儿这就将这孩子身上官印的图文拓印下来。不，本座要你将他身上的皮活活的扒下来。生扒人皮？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你别扒我的皮！你再不救我，我就死了！我才8岁，我真的不想死！英雄哥哥，你救救我吧，别扒我的皮！怎么，你是不敢，还是不忍呢？义父，这还记得本座教过你的吗？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义父教诲，孩儿不敢忘。既然如此，就立刻给本座行刑，放干他的血，然后再让他慢慢痛苦而死。不要啊，英雄哥哥！我最怕痛了，你别扒我的皮，我求求你了！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？义父，怎么，你还想违背本座的意思吗？孩儿不敢，只是无需多说，本座果然没有看错，你太容易动情了，终究无法成为一把锋利的宝剑。请义父赐罪。算了，我不想因为今天的事，让你我之间心存芥蒂。你下不去手，自然会有人代劳。来人，在，将那个小畜生放干了血，生扒了皮。英雄哥哥，你别杀我！英雄哥哥，你再不救我，我就真的死了！英雄哥哥，我才8岁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！英雄哥哥，你救救我吧，英雄哥哥！难道这孩子苦苦哀求，你真的就无动于衷吗？我真的怕痛啊，英雄哥哥！孩儿请求义父，还是由孩儿来执行吧。好，本座就准你所请。是。叔叔，芳，这密室不是女孩子该来的地方，怎么可以随便乱闯？叔叔，东厂的厉公公从京师赶来，有急事禀报。哦，厉飞鸾。李飞鸾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可知道私自出京是什么罪名吗？啊，对了，有何事疾病啊？启禀9000岁，宫中传出消息，皇上病重，恐怕……大胆！竟敢口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9000岁，卑职只是据实禀报，不敢有半句假话。哼，皇上正值壮年，且没有顾及宿病，哪有病痛先逝之理？你可问过太医，皇上究竟是何病因呐？起来讲话吧。是。9000岁，太医诊断，皇上并非身患恶疾。之所以长卧病榻，是另有原因的。另有原因？
此话怎讲？中毒。中毒？是何人如此狼子野心，竟敢向皇上下毒？查出是哪个奸人干的了吗？据太医调查，皇上所中之毒是长期服用补药所致。是吗？九千岁，您离京的时候，亲手交给卑职一贴补药药方。什么？不过，九千岁请放心，那名诊断出药方中有毒的太医，日前因为盗卖宫中珍贵药材，已经被我派人斩首示众了。那药方也不知去向。但是人言可畏啊，本座是担心宫中那些好事之徒借题发挥，诬陷本座下毒弑君呐。可是皇上中毒之时，九千岁已身在千里之外的江南，即便是那些好事之徒强加诬陷，恐怕也无法令人信服吧。飞暖，有你这番话，我倒是宽心了许多呀。不过，倘若真如你所说，皇上大去之日将近，那江山社稷何以为托呀？本座要立刻设坛祭天，为皇上祈福，恳求满天神佛佑我大明王朝国祚绵延呐！九千岁，我大明王朝只要有您，江山社稷便有擎天所依，国祚朝威必将绵延不尽。李飞暖，你可真是懂得讨本座欢心呐！本座不过只是个粗鄙老夫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大的能耐？九千岁，切莫过谦，卑职所言句句发自肺腑。这次卑职来，为九千岁准备了一份厚礼。马上飞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你答应我爷爷要保护我，可是我现在都快被扒皮了，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？姐姐，你叫我要像个男子汉，不许哭，可是我真的好害怕，好想哭。最不仗义的就是你英雄哥哥，我把你当作好朋友，可是你却不肯救我。还有花姨，你说你最疼我了，可是我都快被活生生扒皮了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，不来救我？我讨厌你们每一个人，世界上对我最好的、最疼我的只有爷爷。爷爷，我好想你呀，你知道吗？人愿真的好想爷爷呀。你退下吧。九千岁，请过目。这袍子，这袍子上绣有9条金龙。大胆！李飞暖，你献这龙袍，是何居心呐？这分明是想陷本座于不义。九千岁，可千万别错怪了朝中文武的美意呀！哼，朝中文武的美意。实不相瞒，这龙袍是百官们巨资缝制的，龙冠正在连夜打造。私制龙冠龙袍，乃欺君之罪。莫不成这些百官是狼子野心，想密谋造反？
要本座效仿太祖皇帝不成？9千岁，百官此举并非造反，而是为了大明国威呀！哦，说来听听。当今皇上膝下无一子嗣，如今病重，新王朱由检是皇位的唯一继承人。可是朱由检年纪尚幼，治理国政毫无经验。如若他日皇上驾崩，那我大明的国事自然就得依靠只差1000岁便是万岁的您9千岁了。不知道卑职说的可有道理？本座为我大明肝脑涂地，自是万死不辞。不过，当今朝中尚有许多迂腐之辈，只怕他们不懂得本座报效朝廷之志。所以，这龙冠、龙袍之事，万万不可泄露，只言片语呀。9千岁放心，卑职是明白之人。只是，正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舍。9千岁，如今皇上龙体为恙，久久不能治理朝政，而9千岁，你又身处江湖之远，卑职只是担心那些居心叵测、觊觎权力的宵小之辈，趁机揽政夺权，图谋不轨，唯恐天下不乱呐。那依你之见，本座应当如何呀？卑职愚见，危临之急，为我大明的江山，9千岁应该速速返京，统理全局。飞暖所言甚是。为了我大明的江山社稷，本座是应当鞠躬尽瘁，劳心劳力呀。飞暖，传下话去，速速准备本座回京事宜。